在地上大條，屏東恆春一個42歲清潔隊員，20出任務的時，徛佇咧糞掃車後壁，煞因為手環無好勢，規個人摔落去塗骹，弄着頭。經過搶救，也是不幸過往。家屬質疑講，是因為糞掃車後壁欄杆互人拆掉，才會來發生意外。公所表示會過來檢討，嘛協助家屬處理後事。清潔隊員原本徛佇糞掃車後壁，出動要做工課，結果手環無好勢，這位姓周的查甫人直接摔落塗骹，弄着頭殼。7月20日送恆春旅遊病院，因為病情嚴重，轉到高雄中間，不過一直無恢復意識。23家屬決定北港，即馬家屬質疑，因為糞掃車後壁的欄杆互拆掉，致使查甫人發生意外死亡。他們跟的那一台垃圾車應該是要去那個吊運，有在順便吊運紙車，所以他沒有後面那個護欄。鎮公所、清潔隊都對家屬都很關心，馬龍蓋赫激起他的好意，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一次的憾事發生。看糞掃車當時相片，車後確實無裝欄杆，實際詢問恆春鎮公所，鎮長表示，因為清運工課有分家用糞掃和大型主保車，迄天因為需要處理主保車，才把欄杆拆掉，方便作業。鎮公所講會協助家屬處理後事部分。對家屬的補償彌補的部分，我們來以上優渥的辦法來處理啦。最主要是路線的安排的不同性質的分開，再來出勤人員的要求，他的基本防護的安全配置、安全帽、安全背心、反光背心，會跟人家要求一定絕對不能有疏忽到的地方。恆春鎮公所表示，會先把作業路線分開，若要拼主保車，就要求隊員坐車頂。另外，強烈要求隊員出任務的裝備一定要穿好勢，避免小件意外閣發生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